你好，我係嚟見工嘅，我對數字好敏感。哦，考下你啊！請問派3.141592653589。等陣，我係想問你派 Apple 有幾多個 P 啊3個。哦，唔錯啊！咁1至100，9又出現過幾多次啊？好彩 Facebook 嘅人 post 過啫，20個。答到喎。嗱，認真㗎啦，100 million 有幾多個零100 million 即係100萬，唔係100萬喎。100 million 過10萬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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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萬。8個。你對數字敏感啲喎。咩啊？我叫 Alvis， 我係 JP Morgan 嘅 Global Investment Specialist。Alvis 主要嘅工作係喺私人財富管理嘅範疇，幫高端嘅客戶建立佢哋嘅投資組合，配合投資銀行喺股票、債券、衍生工具、私募投資等，去幫客戶賺取回報。我喺呢個行頭咧都做咗超過10年啦。我每一日處理緊嘅投資嘅客人咧，包括一啲上市公司主席、CFO 同埋一啲大嘅家族信託基金。咁而佢哋俾我管理嘅投資組合咧，一般每一個都超過10億美金。擁有咁多高端客戶，除咗因為 Alvis 已考獲多個專業資格，例如 CFA 特許財務分析師、FRM 財務風險管理師之外，具有良好嘅數理基礎，亦都非常重要。其實喺香港咧做投資管理嘅人好多，咁究竟點樣可以比其他人優秀呢？其實除咗一般咧要跟貼個市況，同埋要明白好多投資分析之外咧，其實好多嘅投資分析嘅理論背後咧，都係有數學嘅原理喺度。咁點樣可以明白同埋加以運用去話俾個客聽咧，先至係最重要。我係應用數學系嘅畢業生，當年係主修 Investment Science 嘅。其實我由細到大咧對數學都好有興趣，成績都好好。但係細個學好多數學嘅理論，包括微積分呢一啲咧，我都唔知可以應用到喺啲咩地方。咁但係認識咗呢個 program 之後咧，我發現原來數學係可以 apply 到落去金融同埋投資上面。加上香港係數一數二嘅國際金融中心，咁我慢慢咧對投資咧就越嚟越有興趣，成績仲好好添。咁喺畢業之後咧就順理成章入咗銀行業度做，喺不經不覺咧都10幾年啦。由一間普通嘅銀行做到而家國際嘅知名投行，咁其實咧都略有成就。咁我人生上面咧都 achieve 到好多唔同嘅人生目標添。我同其他人一樣咧，工作上面都會遇到難題。當面對難題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好似數學解題咁，將可行嘅方案咧列晒出嚟，將高概率嘅逐個去試。但係如果都真係唔得嘅話，我就會用 try and error 嘅方法，因為總會揾到一個咧最接近嘅解決方法。我喺 PolyU 畢業咗12年，我都好 proud of 我係 PolyU 嘅學生。